高雄屏东的山区落大雨，落几落天，即高雄茂林八港雨水量要到2900毫米，全台湾落雨落上济所在。另外，即高雄的桃园的屏东布袋顶地区呢，累积雨量也超过200毫米。南马社桃园等所在几落条连外道路因为崩山，或者是即溪水涨起来，交通断暂。啊，那六区呢，也水崩山冲入去林家厝。另外，屏东的三地门呢，即第24线也未通，德文部路连外车路边31线呢，严重变形，道路已经是失电4天了。车路一半较低，崩落南祖线溪，汽车经过真危险。高雄山区连续大水后，地区南马社所有连外道路，毋是严重崩塌，都是叫土石流砍去，差不多1600人掉伫道路内底。族人无法进出对外联系，恳请尽快开通道路，让居民能够外出。桃园原有同款的情形，南回公路99.3公里的所在，因为大水后各家分流土山夹入来流入河床，影响老龙溪测试早起水位比路较悬，一直往南回公路一流。一定要进行到至少要10米高以上的路基堤防提高的工程，这样子才可以解决。民代建议应该提高当地路基，安尼无大概大水后，那富兰、梅山、福兴三里都因为道路中断变孤岛，六区有真侪路段出现土石流，怪手连清几落天根本都清袂完。土石冲入去四面山庄加中兴里的民家，厝内四界乱关关，如苍苍。家具啊，还有那个水淹进厨房60-70公分高啊。一些家具都泡烂啦。大雨落袂停，一直到初四下晡3点，高雄茂林八港累计雨量达到2895毫米，落全台湾上济。过来是高雄桃园2442毫米，第三是屏东的雾台2360毫米。屏东山地毛春日甲高雄南马社六区拢超过2000毫米，我要挖进莫拉克风台记录。都要可以通了，可以通了。趁早起雨较完好，民众赶紧出来修理底畔起的水管。那高雄山区、屏东山地毛乡第24线因为土石崩塌，敢若村单边会当过。往德文部路的边31线测试持续畅通，不过乡长等人到现场查看，煞发现路已经严重变形。大概快100公尺的地方都变形了，所以可能还是蛮危险，所以要及时的来抢救啊！都没有电，已经4天了。我们那个发电机都没有油。道路中断淹水土石流等大水后省长高屏山区，真侪项拢爱停做，后续安怎重建恢复工程，对灾区甲相关单位是一大考验。记者采访报道。